地反擊，好吧，保持出線嘅機會。雖然克羅地亞嘅龍門力挽狂瀾，但係久守必失。中村進乎29分鐘，左腳一射，右腳入網，好吧，死角啊，難以挽救啊！因為都係個賊仔後衞幫手，好吧，第二球，呢個唔知乜水嚟啊！總之入就好啦，入就得啦，唔理佢邊個，好吧。日本都識入波㗎。完全冇攻勢啊！真係。係啊，真係咁邪齊，成場波日本啊，90成係進攻啊！好嘢，3-0，上半場3-0領先啦已經。下半場仲係日本嘅天下，中田英壽。仲未夠。慘啊！